来看今年台湾国际品牌价值的调查，华视电脑今年是搁再摕到冠军，趋势科技跟联发科嘛拢有入围。有专家是认为讲，咱过去的品牌是以消费电子为主，即卖有工业制造、健康，更是偏产业，品牌是愈来愈多元。也毋过，全球500大品牌的台积电、富邦银行，佮有中华电信哦，拢无伫今年台湾前25大国际品牌内底。协助台湾企业发展品牌，经济部产业发展署委托台经济执行辅导各产业的品牌。二月早起公布今年入围台湾25大国际品牌名单。专家讲，提升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，上重要的关键就是强强联手。如果能够强强联手，除了我们自己的品牌之外呢，也能够跟国际的大厂有一些嫁接合作，那可以让我们的品牌能够更成为一个领导的一个方向。在这边入围的名单内面，华视电脑继续排冠军，过来是趋势科技、联发科技、加旺旺食品、加研发公司。另外，特特电子因为伊应用国际永续减碳的流行，导入内部碳定价、碳费机制，国际甲收到的碳费投入能源管理或者是再生电力，所以也入围。我们去年呢，完整的收了一年，用300块美金的碳费，帮着我们公司呢做了大概有200多项的节能产品跟技术，还有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。那这样呢，带动了我们节能了16.3%。特别注意的是，由英国知名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强所公布的2023年全球品牌价值500强内面，包括第一遍正本的中华电信加富邦银行，也有台积电3间台湾的企业拢上榜。但是无入围这边的前25大国际品牌。以台积电现在的一个股东结构来说的话，事实上呢比较多的是所有的外资及法人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以这样的一个台湾价值的排名来讲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把它排除在外。专家认为，台积电可能因为外资国加上半导体代工无品牌商品，才无入围。观察今年入围的品牌，大部分拢是台资为主，但是所来就像是社会或者是电动车产业，可望会让真侪未来国际品牌名列之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